每隻狗仔都有一個屬於自己嘅珍貴故事。仲記得嗰晚好大雨，有對細細隻嘅手抱起咗我，係我第一次感受到屋企嘅溫暖。我不停咁咳，姐姐即刻餵咗我食維尼蟲100% 蟲草 CS4 配方，舒緩咗我氣管嘅唔舒服。好快我就好翻晒啦，精神活力都翻晒嚟。姐姐知我中意跑嚟跑去冇時停，所以加埋維尼蟲強骨關節配方入去我嘅糧食度，入面有好多天然草藥鉀，可以舒緩我嘅關節痛，強化骨骼。就算姐姐嘅單車衝得幾快，我都追得上。到咗7歲，姐姐再俾埋維尼蟲抗衰老補肝腎配方我食，可以幫我 keep 住我嘅肝腎健康同埋視力清晰。我哋一齊長大，一齊經歷快樂、成功同幸福。依家我15歲啦，依然精靈活潑，身手敏捷，同細細個嗰陣一樣。姐姐拋起嘅花球，得我先可以接住。維尼蟲愛寵嘅健康就係最長情嘅陪伴。